Hello，各位好啊！今次我會用李小龍嘅生平事蹟去分析佢八字嘅格局嘅。咁李小龍係1940年11月27號美國出世嘅，時辰有辰時。咁嘅時辰已經係證實咗係佢嘅出生時間。咁李小龍呢，就1940年出世之後就翻咗嚟香港啦。咁佢八字格局入邊呢，其實都年柱、日柱天克地沖，日柱時柱天克地沖。咁所以一般人如果見到呢啲八字格局都好多阻滯嘅，人生多阻滯嘅。咁另外啦，甲木日元啦，亥月出世啦，冬天出世啦，咁所以都係叫做偏印格嘅。咁對格局入邊呢，就官星甲戌入邊嘅官星啦、辛金啦，就天元坐貴嘅。咁另外呢，就七煞透光啦，連上七煞就一位啦。咁以呢兩個格局喺度嘅，咁啊官受混雜嘅，咁所以佢都唔係咁靚嘅，其實格局。好啦，咁喺呢度嚟講呢，我哋點樣判定佢嘅格局呢？用神係乜嘢啦？其實喺呢度嚟講呢，係刑沖破害，地支刑沖破害啦。所以官星呢比較難用啲嘅，咁所以偏向都用七煞格。咁七煞格嚟講咧，佢地支有財擋煞啦，咁啊偏旺啦。咁傷官呢同亥水呢入邊嘅壬水係有合嘅。即係七煞就無制嘅。咁七煞連上七煞咧就喺日主健旺啦，咁日主就喺亥水長生位啦。辰土入邊有月木啦，咁呢啲根氣都唔係咁旺嘅，所以甲木日元呢就起旺啦，喺健旺啦，要有地嘅。咁七煞入又會見到月木合啦，又有財身嘅，所以跟金嚟講，七煞呢個格局係唔錯嘅喎，可以用嘅。咁行大運嘅話呢，最好見到木地啦。咁木地嚟講，佢就一定會發㗎啦。咁啊，你睇翻佢25歲開始啦，金人大運啦。咁人木就係嘅祿，咁啊，所以佢由呢個大運開始有唔錯嘅事業發展嘅。咁當然啦，因為大運天光透庚金啊，所以都有空象喺度嘅。七煞攻身嘅時候就比較麻煩啲嘅，因為佢本身甲木嘅氣喺原局入邊唔夠強旺啊，雙宮又被合住呢，所以七煞攻身嘅象係比較空嘅。好啦，咁我哋睇翻佢嘅納音嚟講呢，佢甲戊金三奇透天光，亥月呢就甲木為月德，所以呢必是三奇逢德，呢個格係唔錯嘅。元神呢、亡神呢都喺亥月嘅，咁即係我哋要睇翻呢，其實亥月呢都入邊有啲唔好嘅神煞喺度嘅。咁辰申人啦，即係佢係龍年出世啦，見時支係有辰戌丑未嘅話呢，如果當中冇水嘅，咁啊叫做龍失水無歸嘅。咁佢呢個都係一個空格嚟嘅。咁另外仲有一個空格嘅，就都係一樣嘅，因為龍年出世人就四處無水啊，納音都冇水嘅話呢，都係一個冇變化之意，多招危辱，所以呢兩個空象嚟嘅。好啦，咁我哋睇翻啦，佢喺事業嚟講呢，其實佢要去到金人大運先開始彈起嘅。之前嘅大運都係學中學啦、小學嘅時候嘅。咁中學時候已經出名㗎啦，因為佢
喜歡撩事鬥非，或者有人就上門同佢比武嘅，咁啊又參加咗啲拳擊比賽啊，咁所以又係童星啊，又拜葉問為師啊，所以佢喺中學時期已經好有名氣喺比武方面啊。咁童星啦，咁佢一路都拍緊戲啦，所以佢喺財運啊都揾到好多錢嘅其實。咁啊好啦，咁1960年61年呢，佢就返美國讀書嘅。咁當時可能都係因為佢轉校喺香港讀書唔係咁好啦，轉校轉得太多啦，咁所以屋企就叫佢返美國讀書啊。咁啊，佢識咗佢太太啦，咁之後呢，就1964年呢，就結婚嘅。咁1964年就甲辰流年啦，金人大運啦，咁所以就應到佢個夫妻宮啦，咁所以結婚啦。咁1966年又拍戲喎，咁啊即係丙午呢個流年又有丙火啦，丙火就可以生財嘅，咁啊所以佢有唔錯嘅都有唔錯嘅事業運嘅。但係呢，佢喺到1970年咧有個劫嘅喎，就七殺透光嘅。咁當時佢俾人打咗兩槍，冇事。之後就決定返香港啦。咁1970年佢都有拍《唐山大兄》嘅，開始拍戲嘅啦，所以都應咗佢呢個流年見用神七殺，咁有唔錯嘅發展嘅。咁去到拍完《唐山大兄》1971年呢，上畫喎，《唐山大兄》咁啊收咗300萬港元嘅票房，仲係香港紀錄嘅最高紀錄啊！所以佢官星透光，官星透光呢，咁啊天秤座官星嗰粒官星就透咗光啦。咁啊，所以佢呢個官星透光呢，就見財啦，咁所以佢財官透啊。咁七殺嚟講呢，因為佢喺呢個亥水啊，入邊有壬水嘅，咁壬水合丁暗生財星，所以對事業有利嘅。咁1970年都一樣啦，都係壬水透光就暗生財星咧，又係對事業有利嘅。所以喺精武門啊、猛龍過江1972年嘅時期都收咗唔錯嘅票房收入，名成利就。咁去到1973啦，咁歲剛就係癸水啦，就合時光啊、戊土啊，咁當中有財破印。呢個印呢，就係健康星啦，咁所以會有一係就健康出問題，一係佢嘅長輩出問題，一係屋企有問題，所以歲君被克啊，所以都幾有麻煩嘅。咁另外癸水又克丁火月柱嚟嘅，咁當然啦，佢月柱又被克，咁所以應咗佢可能佢嘅父母都有啲問題，即係可能傷心過度啊，應咗嘅。咁即係時光同月光都有傷害。咁另外咧，丑土嘅金火啦，咁啊應咗係呢個七殺嘅金氣嘅，咁即係七殺又強旺共身。咁大家記住啦，如果見到呢啲組合咧，七殺共身咧，你要揾一啲祭化先可以救到自己嘅。咁啊，地支又同丑土啊，又有刑沖破害嘅，所以佢呢個流年呢，雖然事業運好喎，但係都去到尾運嘅。佢個尾運見呢啲
咁差嘅流年咧，都係健康出問題嘅啦。主要都係出問題，會有過身跡象嘅，同你克強嗰個大運都差唔多嘅其實。好啦，講到呢度啦，再見，拜拜。